加油啊！加油啊！開頭兩個就唔贏，第一級嘅攞咗波，可以停一停再打，有人整嘅你嘛，停一停再做一個先係隔離，試下佢可以入波，開一係咪啊？同埋啲係嚟，上晒。你又係未習慣點樣追，習慣係點樣追，係咪啊？依家你代，嚟，你打前面主人，你打前面主人，我俾你一個即係攞波，你哋嘅所以即係嗰個，即係人哋拋波俾你，跟住你望邊個？呢個邊係㗎？呢個係邊個企喺度？邊個會企咗呢邊？佢會走落去，跟走上嚟就拋波俾人睇咗。係咪走？
得我冇啦。另外請男子球隊首席。26，唔係，喺阿心如隔離，喺阿心如隔離。男子球隊首席拉斯登對陳傑。我有嗌你個女一次嘅。跟住揾第二個波度，係咪800啦？跟住出場你就攞嚟，人質。你去睇今個最正嘅，跟住我食飯未？係啊，冇嘢。啊，升啦！好似啊，係呢一次我。